民间团体希望育婴假是开放以几天也是几点钟来做单位，而且希望讲这款假期会当延长到囡仔8岁进前，拢会当来申请。劳动部表示，目前是当咧研究，互一寡有意愿的公司部门，会当互因的劳工以5天也是7天的方式来请育婴假，按算伫年底进前就会开始来试办。 囡仔摕彩球，跟着音乐跳舞。头城顶高所宣布，后学期立刻头城订立幼稚园，只要幼稚甲监护人其中一个人逝职，申请完成，法定检核定数，公所就发1万奖学金。大中小班第1月通过学期评量，是发学习进步奖学金3000块。那小班的6人呢？他只要通过我们的那个发展检核的一个部分，好就达到这个发放奖金的一个基本的条件。 除了透过发奖学金友善教保环境之外，台湾也因为政治少子化社会，这张甲是友善，也影响民众生育家庭意愿。国内目前有育婴停留的规定，每一个家庭满3岁进前，会当申请育婴留职停薪，上长会当请2年，不过每一摆袂当超过6个月，若超过6个月需求，上底也只会当申请1个月。以200有缺限，津贴也只发6个月。有民间团体倡议推动育婴假弹性化，开放以2点钟 为单位请领，搁延长至少囡仔8岁进前拢会当请。即马劳动部规划执行小规模试办计划，互劳工以5日是7日请育婴停留，有计年底进前试办。那能够分期去安排的话，我倒觉得说对雇主也好，对员工也好，应该 可以任他们选择嘛，这样我是蛮赞成的啦。觉得这个示范计划还是太保守了一些，它并没有就是说非常积极的一些诱因让雇主来参加。劳动部这边应该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，那就是说能不能更积极的跟企业沟通，那收集更多的国内外的案例，他们在例如说人资上怎么样处理，劳动部这边其实可以做得更多。 妇女团体认为，政府需要搭配修法配套资源，减轻头家的行政工作，才会当互试办计划带来正面的成效。请头家有意愿参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